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阿德。嗨，大家好，咱真久无相逢咯。说同少想阿德来开讲的听众朋友呢，你毋知有想我无？对啊，咱真久吼，真久无录音对啊。是安那真久无录音因为阿德太无用啦，介无我嘛是有出啦，有啦，中国人咱毋知嘛。因为一寡访问啦，所以都迄较久一寡。确实是啦。我正常想是有出啦。甲咱的听友伫空中相会，敢算空中相会，无紧来就是有听到啦吼。因为咱即边搁要来录即个故事，我嘛真久无讲故事啊，讲实在嘛真少念讲故事。因为访问讲实在有一寡咱讲访问的即个受访人物的即个案例啦，意思是讲可能伊会介意即个人，即个来宾的人嘛会专工走来听，所以当然有伫收听数来讲就会比咱一般讲故事较济一撮啦。毋过我感觉故事也是咱的即个基础，咱的根基啦。做即个节目，因为台语的故事嘛，即个故事嘛是希望互大家透过无共款的故事，因为咱咧讲故事绝对毋是干那凊彩讲一个，伊后壁我爱看我即届大概6000外所以写袂了，你知道所以有真济爱想要伫这故事内底想要互大家一寡了解过去的物件，或者地方的一寡知识所以嘛会希望讲一直维持即个讲故事的内容啦。但是讲咱当时改成2礼拜一遍，但是我本地想讲2礼拜一遍，我应该已经时间真有剩啊。到尾嘛是逐工拢甲录音节，搁伫写逐家拢安尼，无法度当时因为你愈侪时间上的问题啦，一来是真正工课较无用啦，我即两个月会较无用一寡。那另外就是即个，因为你愈侪时间，你就会愈互其他都一部分嘛是啦，就是会小拖着。那另外一部分其实嘛是会因为时间有够看到一个什么资料你有兴趣有趣味着，搁去找，搁继续去挖搁较深。你甲挖搁较深了，你就时间开愈侪，拢毋是你要讲的故事。你可能对伊的背景希望搁较了解，但是你的时间就开伫遐你要讲的故事无可能讲较深嘛，因为你时间嘛有限，所以无法度随用着，但是搁开足侪时间，这嘛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就是安尼，你时间敢若愈量上，你会开干嘛愈量上，就是有即个问题啦。刚刚咱今日就是主要嘛是爱来讲故事，讲故事之前先来感谢赞助，感谢即个阿莹。阿莹，你拢无听我咧？阿莹，你有印象无？阿莹拢无捌听我。阿莹之前都有捌赞助过，这嘛是咱的回头客，而且这已经是第3遍啦。我为后台看到讲第3遍，那感谢伊来参加这个经医唐经新的这个谈话新的这个方案，共款是咱的一个赞助方案啦，大家了解一下安尼。真多谢。感谢阿莹，毋过伊即边无留话啦，真正有留话，即边无留话。欢迎你会使留话啦，我会使甲你的话读出来。然后还有即个，你来留话，咱嘛才有互动。无错还有一个是即个登记的，就是伊是即个福金方案的，应该是我看一个应该是我若无记毋着，敢是阿贤阿贤可能是
顶边咱读册的时阵甲读出来迄个啊迄个款，但是歹势因为我有当时间较紧吼，无一定看到遐认，看到遐认真。我回头去找啊，嘿，爱去对啊，但是我实在是时间有限。啦，讲了毋对，请你海涵包涵。阿爽，这边有什么想要特别甲大家讲的无？无啊，都安尼啊，要讲啥？我你著讲时间遮紧迫啊，我哪会好意思佮甲你拖呢？有啦，你拄则咱著已经先录一段话，肯定上后壁。大家家己若这部听了解来去听啦吼。咱今日来讲故事。你也无甲我讲要讲啥，我都毋知。所以你若物著会知。咱今日要讲的这，若看标题的这个朋友可能都会知影啦。因为标题是买啊甲出来，无错。所以讲呢，恁听的吼说拢头一拢是空空空空空，拢毋知影呢。咱今日要讲的甲鬼有关系。伊个讲但是毋是恐怖的迄个款类型的啦。我无胆呢。所以我甲你讲一寡较无遐恐怖的。这个反正你会介意。是哦。这个摒厝内有关系鬼。真的哦。这个鬼叫做金美，华语叫做金美，美丽个美，魅力的魅。金美。我拢讲很有卖力的。金美啦，这叫做大叫做金美。咱今日要讲叫做金美，这个你会使讲伊是怨灵啦、鬼魂啦、精怪啦，拢可以啦吼。毋过咱要讲伊个故事进前，咱爱先来熟悉一本过去的刊物。就是刊物啦，这叫做民俗台湾。民俗台湾，但是伊是日本话啦，其实叫做民族台湾。这个是伫咧1941年，也就是台湾的历当话咩啊？台湾的日本时代昭和16年发行的刊物。这个民族台湾或者既然叫做民俗台湾啊嘛，主要就是和台湾的风俗民情有关系。确实这个刊物就是专门伫讨论台湾的风俗民情、在地文化、生活习惯、城市礼俗啦、台语俗谚啦、民间戏曲啦，还有这个卜卦占术等等。你有感觉讲，这内容敢若都要熟悉无？嘿呢。伊的主题是毋是甲咱拢共款？甲咱会讲的物件拢共款。对啊。我想讲，咱是毋是应该甲？北上歌。我是毋是应该来甲咱的这个节目名改叫做民俗台湾？安尼人会真够歹适应爱个错。懵生笑啦吼。这个民俗台湾伫咧1941年发行，其实是真特殊的代志哦。因为要啥来安尼讲吼，就是咱伫咧对近代历史有淡薄仔熟悉，听友无伫较都会想到，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日本对台湾的控制其实就开始缩暗，愈来愈暗啊。那1937年开始的这个皇民化运动是大家上知影迄个时阵到了1941年的时阵，咱拄仔讲这个民俗台湾这个刊物是1941年发行的。其实台湾人已经有日本姓啦，正式场合爱讲日语啦，袂使拜家己的神明，爱改拜即个日本神社啦。像这个代志，迄当时已经照你讲是风风火火啊。这是说布出一个以台湾文化为主体的刊物，或者民俗台湾，这是无简单因为迄时阵是一切都是以日本的为优先嘛。当然咯。那迄时伊是逐个月出一本。内底有4个重要人物包含讲当时的发起人之一的汉字叫做金冠丈夫、金冠丈夫，就是大丈夫迄个丈夫其实当然这是日本汉字啦，一般袂照咧读，伊的日语读做 Kanaseki Takeo。就是反正就是这个 Kanaseki 桑迄时呢，日本因为咱都有讲，伫迄个政治环境下要出这个刊物，一定会受到真侪的关注啦。当然咯，嘛有可能互人挑战啦，等安尼。那负责出来动政府喏，什么不满日本政府对这个内容，比如讲某一篇文章不满讲，你搞写这吼，伊不满那要来卡空啦，这就是伊负责出来动，就是个Kanaseki 桑金冠那编译上伊嘛是主编啦，编译上来讲。那内底图画咧是来自一个叫做立石铁神、历史铁城的一个日本人这个伊的日语叫做 Tateshi Tetsuomi 那 Tateshi 桑其实伊是伫咧日本出世的，伫台湾出世的日本人也就是咱讲的原生。真复杂了。
因为日本时代嘛真侪日本人来到台湾吼，迄个咱就当做原生嘛，台湾出世的日本人就是安尼。那伊伫咧台湾美术界的历史上是真重要哦，这甲台湾美术界有真侪关系。这日后有机会咱再来讲伊啦。过来是第三位，或者上山，应该来读上山谦山。我大概也读过啦吼，华语都松山千山，伊前山啊，伊这个名无好读，但是伊是一个摄影师，伊翕的相片，伊翕的相片记录足侪台湾的情景哦，台湾的风俗啦，台湾的建筑，台湾的各种民俗活动。你若要知影讲日本时代台湾人伫安那生活，伊的相片就是足重要的记录。对，因为你看相片有哪样讲的，写一万字，袂敢要一张相片是看较清楚。我嘛深感觉。用看较简单，用图的较简单吼。是，过来第四个较特别，或者第四位较特别是，伊是算讲正港的主编。好，咱等有讲一个名义上伊是主编的人吼，这个正港的主编，主要伊的这个编辑的任务吼，拢是伊伫做的。伊合作咱要用台语去读伊的日本汉字，或者池田敏雄，伊去打图秀吼，池田敏雄，或叫做池田敏雄，伊去打图秀。毋过你若去看民俗台湾即个刊物的资料，你会察觉讲，安尼拢无伊的名，为什么？但是伊这是正港主编哦，伊的方向啦，伊的编排啦，啥拢是伊伫处理的。根据伊的查某囝后来的讲法，伊有查某囝吼，讲主要是即个伊去搭上，伊本身是伫咧情报单位食头路，即款情报单位，情报单位，伊的身份较敏感，伫咧日本的情报单位食头路啦，无方便啦。毋过伊本身是对民俗研究足深的人，伊嘛定定伫咧即个民俗台湾即个刊物内底写文章，毋过伊就是拢用笔名，用片名，较早嘛会艺名啦，片名嘛可以，笔名可以吼。听讲伊用过30外个笔名啦吼，即个笔名30外。厉害！你若看伊即个名嘛，互咱种真趣味哦。比如讲，伊即个名有啥物李梦静，李梦静捌听过即个名无？有。这其实是袂记你什么意思啦？中原北宋时期的即个传奇宰相，宰相啦吼，嘛有真侪戏曲嘅摕伊来做主角，然后你若查李梦静，你看就侪歌戏啦，啥拢会摕伊做主角，什么青山楼啦、贾必安啦，贾必安是啥？就是七爷嘛，而且艋舺星啦，艋舺咱知影嘛，就是迄个艋舺，就是什么？祝英台金，我嘛毋知啥咯。祝英台后壁佫加一个金，什么罗氏金花，听起敢若查某名，因为有当时伊嘛调讲好查某名，伊本身是查甫的吼。什么慈氏碧玉，就这款的呢。然后其实民俗台湾毋是敢若，毋是日本人伫一经营尔，伊不管是当初的即个发起人，也是内底作者嘛，拢有真侪台湾人在内。虽然讲是台日合作的一个刊物，内底毋管是伊的文章啦、图画啦、相片啦，还有这款的记录的代志吼，拢是足珍贵的物件。后来咱大概了解一下民俗台湾这本册就好，日后有机会咱会搁讲到啦。那咱讲对来开头这个金美的传说，金美金美的传说。咱故事的版本就是根据着民俗台湾内底一个叫做宫山帝彦宮山七武子这个人宫山啦宫山先生嘛使讲啦宫山上宮山上安尼读好读，然后伊所写的文章佫去做改编互伊佫较有戏剧的感觉我当然做一寡调整的意思啦。伊讲古早到底有偌早，但已经无人知影。苏当时台北城内一间好野人兜，厝内一个查某囝知影吼。鲁比啦。我前阵仔伫做即个功课时，听到有人甲我读做查某闲吼，你是是伤闲？查某囝是足无闲的哦。一个查某，一个李姓的这个李女字旁吼，佮一个房间的间。咱伊在讲吕用银啊。毋通看毋对，中毋是一个月，是一个日，这叫做查某囝，毋是叫做查某闲，绝对无通互你闲，对。厝内一个查某囝叫做金条，毋是金条，金条，绫罗绸缎的条，金条即个名嘛，阿条啊，对，金条金条生性骨力，佮足清气性。
逐日膝头是照起工，该清该病是无人有洁癖的款，嘿嘿，真清气想啦，咱讲较好听清气想啦吼。你毋通看伊敢若是下骹手人哦，倒椅床笑碗盘顶走，衫裤裙紧，伊是一个人甲你过好万事万项真骨力哦。毋过世间事都无遐简单所以即个咱拍拼做，人感到有甲你看入眼，而且无一定叫你下骹手人嘛。可怜即个金场的奴才命，是命带骨，用刀写袂落。是安那安尼讲咧？金场店的即间好业人斗，老爷小弟哥，夫人佫搞红刀，真惨咪。咱拢免讲后壁人知讲，即绝对无好话可怜啊！定是讲金条拼扫拼到一半，老爷毋若人行来，伊佫会骹来手来，拢总来。这东摸摸西摸摸，叫做米高想高刷低高神，用大的讲法叫做性骚扰、性骚扰。骚扰这个词是自古早就有，毋是当到有哦。你讲渣男。拗查甫迄个拗懒觉，咱无受到即个 NCC 的控制，会使讲嘛紧吼，拗查甫主要就是性骚扰，要讲性骚扰即个事吼。那老爷知我是逐工菜天挑伫咧起笑着，若对到房间内面对夫人煞像过色的桥是软烧烧，夫人逐工心情自然是无解好，特别是看到即个金条，夫人心肝就伫咧想。好啊，金条你这个死查某鬼啊！我是买你来做使用人，毋是互你逐工伫遮声好神。老爷我是无依法的，你这个下骹手人，我敢也无知着知你心。你就知影讲的，找着这个代志。老爷对金条是失德行，但是夫人对金条迄就真正是真酷刑。叫金条去泡茶，毋是嫌伤少，要无就是嫌伤冷。伤少伊就讲。死查某鬼啊！你是要甲我烫死是？若伤冷，伊就讲泡到即落茶白正无味，敢会效果哩？就是安尼。所以讲，女婢无话啦。无法度啊！你都会骹手人嘛？迄个时代就是即个地位无共款。有诶是互请，有诶甚至是买来的，对无？你就是人兜诶长工嘛，讲简单就是人诶财产。芳茶芳来对，即若烧茶芳茶芳来就对金条甲破落去。冷茶就开始后摔落土骹，叫伊用指甲茶水即个水清气。看伊安尼拿水果拿甲累像你即款查某干，我是爱几个有几个。你上好是莫伫遮甲我规工用用碰骹当做死人声狗人痛，尤其是老爷你著甲我哩搞灰灰灰这是咱的腔老，伊这台版嘅是哼就会使，我连感觉叫你配一个。金条时代讲实在无写死啦，嘿啦，真可怜。人伊对老爷也无意，伊就甲夫人讲。夫人无我无啦，是老爷伊乱来了，毋是我爱。牛较大只啦牛，迄狗某若无腰塞，狗公要若敢来，我知咧啦。你著想要照机挖休啦，严格你嘛想要趁红杯，规工伫遐袂输拗鸡声神咧歹风化。好，便当才甲你提啊，毋过我去拼出来，逐工安尼甲苦毒。够可怜，这一工咧，金条也搁伫拼扫，伊本来就清气想，做事搁真认真真顶真啊咧，是拼甲厝内清气，无半点的营业。倒伊哪像换身，糖条袂输安金。现在夫人伊嘛是遮歹心，甲金条叫去灶骹啦，灶骹总是有通互徛空的所在嘛。手提即个白色的手巾去挥即个大灶甲大鼎，我毋知逐个捌看过大灶大鼎无？较早人家厝内人拢有大鼎，厝内其实拢有灶，大鼎我就有大鼎。兄柴嘛，下骹就爱兄柴。内底就是火炭，落火炭乌啊。无毋对这佫较高变嘛，无可能无乌啦。哪有可能？本来就是乌的嘛。无毋对伊就去挥即个大灶甲大鼎的接芳，分明就是要甲挑烂，要来徛空。故意啦。夫人甲手巾摕互金条看，伊就讲：你家己看卖，这啥？一回落去乌嘛嘛，你厝内敢有伫拼？迄个无乌则奇怪啊，对无妹，金条就想讲，这大灶稳当都有火呼才有法度总无讲厝内拢卖煮所以伊就甲即个夫人甲应讲，夫人，这灶
早时啊拄用过啦，嘛真客气，毋敢讲啥。夫人一听是规不倒火，死查某鬼啊搞烂头，代志毋做好，你阁敢强辩？今日若无互你一个教死，你是袂长志。各种借口，各种的苦毒灵治啦。夫人一生气，灶骹内底什么物件撒来就烧，摕来就讲，又阁整又阁对，又阁塞又阁拍，又阁砸又阁揽又阁踢又阁打，就安尼金条所互伊娃娃灵治死啊！哎哟！这一出场就死去啊，嘛真可怜吼！可怜金条命运坎坷吼，下骹手人无成人啊，不敢若物品共款。我毋退口者，当着头家甲夫人恶心肠，人当青春酒空房，煞着先去困土坑，早早就来过身啊！即声哇人，互咱即个夫人拍甲死，尸体是要安怎来处理？金条一生无写死，死后敢就通出头天？即个金条是要安怎，佫会变成日后李舍祭拜的对象咧？李舍就是人红大旅社嘛，客栈啦、大店啦，即款的。是，即个金条嘛真特别吼。那当然，咱准备要来细困一下，后壁甲我讲。毋过咧，伫咧细困进前，咱爱先说明一下，为着即个故事的戏剧性啦，就是互伊较活泼咧。咱伫咧内底有参与真侪对话嘛，大家都有听到我模仿即个夫人讲话。那当然，这对话当然本地是为着故事啦，所以内底真侪话拢毋是遮好听。当讲即个故事真侪，即个话句吼，是因为要模仿夫人过去迄个时代较无即个性别观念，讲错讲累迄个感觉。平常时大家知影无紧啊，是表现即个人讲话刻薄、歹心、歹心恶毒迄个感觉，迄个样相啦咱听有听过知影无要紧，但是尽量毋通对人讲出嘴，这真危险吼。你等下恐怖哦。真侪拢是带有歧视啦，当讲歧视歧视啦，歧视即个话语。看人无起啦。这点呢一定要先讲好清楚，无检采上走来甲我骂讲，我就甲你学起来，提起讲，人甲我拍，甲我骂这袂使怪我，我先讲清楚，这是为着这个故事的戏剧性，戏剧的性质啊，咱都这样讲真侪，听一较趣味安尼啦。咱会使来大概整理一下，都像我讲的这个物件包含这个。会使互大家学起来，但是学起来毋通凊彩用诶。除非你要写故事是另外一回事吼。比如讲，我有讲即个要你来做使用人，毋是要互你逐工直接声好神，就即款话拢是共款。声好神是什么意思呢？咱讲招蜂引蝶是安尼听有吗？个比如讲，就会讲即个，讲到好歌啦，好歌一般是安尼啦。咱平常时袂讲好歌是真无好听诶话。好歌诶意思就是讲，有一点轻视意思。提起好歌其实就是祭拜孤魂野鬼啦，大家咒惨的意思啦。当然咱有当家己利用的时阵讲，敢会好歌的意思是讲连孤魂野鬼都袂瘾要爱啦，就这个意思。咱一般有这个好歌，有些时间来讲，伤亲的人也是有些袂爽快的时阵啊。有当时对无遐熟的人毋通安尼用，若较熟悉的人知影性，知影你的性，敢知影讲你小可无欢喜，就是讲罔讲生笑。但是即句话确实是毋好的啦。家己伫讲的时阵嘛是爱加注意一寡，就这。那到后壁尽量莫用啦。对，到后壁讲什么做捧卡档、做死人啦、声高人堂啦，就即款共款拢有。拢是骂人的意思。捧卡档做死人，就是规工卡屈伫遐就我之前敢若捌用过即句。这个话啦安尼杨先生啊，大对安尼，意思就逐工坐伫遐，毋知创啥啦。你等人甲你饲晓，等人哄抬迄个感觉啦。这就是有这个意思。那香高人堂就是共款意思啦。咱讲招蜂引蝶、四界汪，之前拄好伫家己 Facebook 嘛，讲起这个代志，讲真久无用着汪。这个词汪毋是迄个华语的汪迄个汪，汪的意思就是讲世界甲人即个虎群高动、成群结动啦，世界甲人耍。一般拢是较负面的词啦，毋通逐工伫遐汪啦。
毋通就是讲咧规定安尼带去拍山安尼啦。是往即个事，我毋知当还佫有偌济人伫用。计性无介济若较早有伫用诶，也是讲你古早有听过，也是讲恁大有伫用，我感觉这会使互大家知影一个。毋捌用过，你当会使知影意思会使用。一般啦，老诶人讲，那意思讲囡仔无乖啥，你毋好咧规定丢安尼去往啦。是，惊讲囡仔变歹吼，做歹啊，甲一寡交着一寡无好诶朋友先，可能咱讲毋通咧规工四界去往。对，就是说去，毋是讲什么歹代志，只不过是讲不务正业安尼讲较紧啦。惊讲毋知会安那无做什么代志安尼。许多人会烦恼啦。所以讲你毋好安尼啦，一工干丢甲你安尼去安尼往毋好啦。无毋对吼。那后壁佫有讲到即个五较大只啦，迄就是一个俚语啦。即款诶，即个什么较大只啥吼，这真济啦。之前咱伫网络顶悬嘛有讨论过吼。那佫有一句，这嘛是较歹听一寡，叫做狗母若无药使，狗公免哪敢来。迄嘛是样刺激。这其实嘛拢有伫讲即个，华语讲招蜂引蝶，就是咱讲声好神的意思。毋过你嘛知影讲即部分吼，咱过去俗间对理性是较无遐尊重，像即款性别有关系事，一定拢是讲查某人去共即个妖怪，妖卡成花啊，去共声吼，无药使是讲伊尾若无得药，即个无药即个安尼啦。讲迄人意思讲查某罔巧安尼，爱你共怪安尼啦。对啦，当然这咱知影就好啊。除非你当用，我其实无建议讲，就算讲你用伫毋是性别相关的话题内底，其实嘛无一定爱摕出来用啦。互你了解讲，有一工人甲你讲即个话是啥物意思，安尼就好。你若讲一个钱袂值啊，嘛你嘛会使就简单讲过就好啊。像即款较重口味一寡，你若讲要写一寡剧本啊，写一寡戏出啊，要用像咱讲即款夫人即款就打心肝真无欢喜啊。过去的即款人的讲法，古装戏款式加减啊，佫会使。若平常时毋通安尼用。无，那即摆迄个比较较咸的迄个搭一代吼，咱莫讲一个三一个三个吼，因若讲甲足。一粒、两粒、三粒、四粒，迄个就一粒的，毋知搭几粒的咧。但是我讲因电都写袂出即款物件。无有写内底有专门即指导嘛，一半时啊。我是真少。因的演员要有才调讲这事，无啦，有人教。对啦，是有人教，但是你嘛知影因的台语吼。当然咯，第有真济拢是拢翻过来啊。有诶，你听起来是足难叫诶。嘛是无，甲当嘛是无建议大家用8点档来学台语啦，尤其是即款诶，即个8点档啦。对啊，咱佫有讲到借机挖叶，什么机什么叶即款词，其实伫咧台语内底足济吼。那像借机挖叶意思是讲找借口、找理由吼，愈来愈挖安尼。就是要靠人家。找者借口啦，所以借机挖叶伫遮伊当就是夫人伫用诶意思，就是讲金条啊，讲你就是想要挑工咧声老爷吼，无的确会使做一个细姨吼，会使有一寡地位，即款诶讲法叫借机挖叶。看我到升级无？讲严家嘛想要趁红杯哦，这逐个拢较知影啦，即句真出名。佫有讲你安尼规工袂输傲价声神吼，价咱之前捌介绍过吼，当教育部用字是一个溪水的溪倒手边迄个水3点水提掉，改成一个即个月字边，叫做肉字旁啦，肉字边和月字边，叫做价。当然咱之前嘛捌介绍过鲑鱼的鲑，华语讲鲑鱼迄个鲑主本就是价，台语就读作价，其实就是海产的即个生过的海产，所以傲价就讲生甲海去，生过都已经味足重，还讲傲去，所以足臭的吼。即个物件一定声好神嘛，好神的解即个物件，就是拜海去的物件。当然，咱定讲海产的华语内底嘛，想到有，咱定用即个某一款海产来形容理性的即个艺术，什么鲍鱼啦，啥有诶无？其实我感觉即个词，我无证据啦，毋过我讲傲价声神都开始嘛有即个意思，就是讲嘛是你讲你想讲，你就是傲查某，或者是即款诶，咱讲华语有一个词叫做残花败柳，咱台语就我就尽量莫用即个词。要讲声就对啦。对，所以意思就是安尼啦。所以听有无？当然当然一定是有较。你若看教育部伊诶讲法会较我讲你若代志家己无，你家己无做好，自然就会去引一寡较无好诶人来。你要安尼解说，当然无讲袂使。毋过傲价声神，我讲以我家己语感，我诶理解拄开始应该是
我拄则讲的迄个方向较有可能，是所以这嘛是互大家知影，要用无用，你家己就斟酌。嘿啦嘿啦，家己注意啦。就是安尼吼，有这诶确实是无适合啦。现在来讲是无适合用啦。还有即个坎坷啦，吼，大概嘛，我当然讲伊命运坎坷，华语不是韩语，汉字写做坎坷。吼，咱遮有伫讲坎坷啦。一般咱若是即个伫使用时若讲路途，毋是路途，你生命当中一寡拄着一寡较辛苦诶代志吼，坎坷较是叫做坎坷。无顺时安尼讲吼，但是其实坎坷一般是用伫身体有各样，比如讲你破病啊，吼，人无爽快啊，最近人一直无爽快，而且病啊较重，人来甲你看。你去共看好啊，看即个破病人啊，伊要来甲你交代嘛，总是人客来，你讲你身体坎坷，毋免安尼遐搞礼数啦吼，即坎坷，甲命运的坎坷无啥共款。我则超工甲用坎坷啦，我讲命运坎坷，就敢若因命，我讲因为咱头前有讲伊是即个命带骨用倒写袂，我讲伊即个命敢若一个病共款侵入骨髓，所以我超工用命运坎坷。好像这话就是拄好伫一遍内底，迄个内底因为用高中的方式，所以囥较济即款有道具啦，有俗谚啦，吼来表示即个无共款的身份地位甲讲话方式，然后大家会使有无共款的感受，试看卖。对，要学台语人，你就即段敢若有较深哦。所以我有特别开一段时间来解说一下，互大家了解一下呢。好，安尼咱就先来歇困一下，该讲好，咱先歇困一下，咱咪再佫转来。好。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伫即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咱个转来啊！来了。你等我去便所。你一定要跟我讲个这边。我真正啦，伫访问时我发觉足奇怪，我一开讲拢开讲足久的，伫外口录音的时阵，因都定定讲中场歇困来，互你去便所一下。大家爱去小姐一下。真侪人拢无要去便所，佫继续开讲，毋是就继续佫伫开讲安尼。无啦，等下开讲物件无法度录入去吼，事后拢爱剪掉。无啦，我讲即个物件修改哦，那佫修改足奇怪，无人安尼讲啦，便所就是便所啦吼。咱吼。讲真是的，不管少年、老年啦、中年啦，毋通禁酒，这是造成身体毋好啦。这我讲是事实。虽然我毋是读新迄落医生的方面的这是基本的。我有朋友。即个会尔都叫做尿道，叫做结石对吧？尿道结石很痛苦呢。爱去处理啊，爱去绑石。讲几岁呢？无一定。无。讲我讲这到底甲啥有关系？讲一来是伊真正食较重咸啦，水可能了体质，可能佮体质反正有关系。迄吼，迄是足痛苦。我甲伊说甲你讲我吼有够好笑。
大概有阮学里上阮公月吼，伊休困班，我到半暝2遍至3遍哦，哎哟，听到我面都要去蹦，无去蹦就去急诊，结果就是结石。哦，哎，结石的问啊，题结石是听甲袂晓讲哦。所以水加啉最重要啦。我讲有啥嘛无法哩呢？这我都毋知，我知影讲加啉水加减有帮助啦。是啦，是尽力啦，嘿啦。好，咱来讲这个金条。顶半段咱讲到查某干，或者查某干，毋是查某倒啊啦，已经倒啊啦吼。查某干金条咧，吼，迄个酷刑的夫人苦毒凌迟致死。夫人，真酷刑啦吼。咱迄当时下骹手人的命是无值钱。哦，当然啦。死一个查某干，搁换一个就是。啊，对。夫人咧叫人来甲金条用草树包包咧，再去深山岛内较无人所到的所在吼，凊彩挖一空啊，就甲金条的身尸吼，都黑落，啊，就准拄煞。哎哟，你的心肝哪会遮尼凶？怀伫一个查某干无去，无人会去管太医去打啦。这是真的啦。想袂到刷落来，就开始出代志。安尼，伊讲出什么代志咧？金条死后咧，夫人嘛有佫让人去斗找新的查某干，出来总是有人摒扫嘛。对。总是每咧嘛是爱时间啦。因为夫人是手不当三宝啊。对啊，你总无可能叫伊去摒扫。伊就是出一支喙尔。这段时间来咧，上奇怪。小等咧，你感觉出一支喙就说熟悉哦？你讲我虽然我是有另外做迄个出一支喙健身房的单元啦，但我本身嘛是有好好去运动。我是讲我出喙了，大家嘛是爱跟你去运动啊。我无都替你运动啊，对无？这是我无都代替你健康。就说熟悉哦。熟悉，替囝新闻宣传的呢。会收地头皮安尼。咱日后爱甲囝新闻收费啊，替伊做广告呢。好，咱讲到咱个故事吼，讲这段时间内吼，因为还搁伫等待找有即个新的查某干无吼，那上奇怪就讲厝内无人摒扫，那会敢若拢无粪扫无垃圾的感觉厉害哦！毋管是桌啊、椅啊、面床、窗啊，逐项都甲金条啊，伫你的时阵共款一模一样，袂输伊敢若搁伫即间房间、即间厝内伫咧做事的。安尼。夫人是感觉讲，淡薄仔囂疑啦，哪有遮好康的代志？对无讲拢免人做，家己就会，即个空间就会清气，吼，拢免请人来斗相共，总是日子就安尼个过啊，嘛无发生啥代志，未请着，人也未来安尼，鲁比的对，嘛无发生啥代志啊，都逐工清气啊，反正就是有面着就收甲来就好啊嘛，过几工啊。有人介绍来引查某干，引头路迄个引对，这就是引，咱去应征工作，其实咱讲，咱一般开始讲应征嘛，咱讲我来去引头路啦，我来去引头路，夫人就讲好啊，无来做看卖嘛，当工就甲新查某干讲，迄间就是查某干房间，查某干房顶一个走去物件拢无摕，有枕头有棉被，日后你就困迄间。拢便啦，其他若欠啥都要家己买。好个当生你看。佫咸嘛。想袂到新来的查某干，当暗看伊入去金条的房间了后，过工早起拢无出房间门。夫人就想讲好啊，即个新来遮慢皮，打拢几点啊，毋免出来做工课。伊就叫当工去查某干房，叫醒啦，叫伊叫精神啦。按顺要好好甲教示，像在当工一看惊一条，紧去甲夫人来禀报，伊讲夫人啊，房间内无人影啦。新来的查某干入去房间了后，就无搁出来啊。入去房间甲看煞无人影，哪有遮奇怪的代志？白天正地，对无？当工刷落去，佮讲，伊讲。夫人，毋过迄个面床顶啊有留一张迄个头章啦。夫人愈听愈去加无皮啊，敢讲代志遮连回，伊对当工去到查某干的房间甲看详细，确实剩一张头章，毋知要安怎解说。咱定定讲恶人无胆嘛，不过咧有的人真正是迄粒胆平地心较大粒。安尼哦，夫人看伊即个办事，想起着金条，照你讲人你拍死，你应该会惊对无？伊心内是想讲，
这阮当是金条迄个死查某鬼仔伫咧作怪伊阁想起这几工厝内逐工拢袂输有人摒扫过对无这清气看来即个金条毋若死目毋愿客阁想要做工课伊就去野香啦来到房间内点起3丛清香来3丛清香有几支3支3丛就是3支大家毋通袂记哩你若去遐庙咧去遐倒位你讲摕3丛就是3支的意思香是算丛毋是算支当然用讲支大家嘛听有但是其实正式无安尼讲拢讲几丛嘿一支就是一丛讲咱即间庙7丛香就是7支意思那伊就摕点起3丛清香喙内就念讲金条啊你死就死啊死就死落去莫转来个人鬼殊途啦毋过你若是真想要踮伫遮夫人我嘛毋是遮尔啊无情厝内工课你若愿意照起工我会使留你一间房像你即款早死的姑娘无嫁翁照你是拢无人拜佫较毋免想投胎佫会使做迄款孤魂野鬼伫咧徘徊你若是有肯答应我会甲你采一块神纸牌上无你嘛有人拜而且我会使甲你斗安排一年互你食一个人但是阮厝内人你是不准甲我叮当这个条件你若是有答应日后咱照聘照行你就互我一个神杯咱就此讲定哎哟那遮厉害你看这查某人的厉害哎哟人厉害写了啊甲鬼你嘛有知条你甲伊谈判你看我甲伊讲条件够厉害呢到尾咧想袂到伊真实拔出了神杯所以看来金条死后有异变啊袂输妖精鬼怪或者怨灵自此这家伙就逐年去买人对我就讲我要找下骹手人来斗3工啦毋过咧因是俗的就好反正嘛要食掉愈俗愈好上好是青梅破上草鱼人还是咸摆骹迄款只要互伊带入去金条的房间隔工稳当就是人无去孤仔剩一张头章留伫咧面床为什么要留头章呢这可能就是伊食过的证据头章可能较无较介意较粗细的款这我就无了解金条在世的时候咧这个时阵叫做金条嘛咱老讲名叫做金条那死后变成鬼怪啊所以夫人甲伊猜的这个拜位典馆的名就改因为伊是鬼啊嘛甲改做金味就是咱都要讲这个金味是鬼字边佫一个未来的味事实上毋是讲正经叫做金味啦毋过这咱后壁甲佫讲咩啦反正就是当叫做金味后壁佫解说这个金味咱讲软较捌嘛有芳对无这件代志豆传出去就听讲咱若拜金味伊就会甲咱的厝内变较清气当有迄个华语讲扫地机器人扫涂骹这个我讲有做机器台较正常来也无像人虽然厝有3台所以你都毋免金味免摕人来献祭安尼我厝诶有3台是即个做客栈生理诶人就开始来对咧拜金味听讲伊甲咱出来即个内底变较舒适嘛清气而且愈传愈开了后咧金味诶使用办法就愈来愈侪款那像讲即个做田诶来拜伊佫会甲你斗烧草佫兼挂稻真好真好康我会使带转来你若要你要安怎甲金味讲爱做什么工课咧因为你总是要甲教嘛你甲讲伊较早无做过你爱先伫伊的神迹头前先点香祭拜而且你爱先做一个见本互伊看比如讲做一个临场你就对啦比如讲你若要报恩插秧报恩你就爱先伫咧田的先插一丛就会使插互伊知讲就是安尼插后盖你就爱拜所以来你暗时去困一醒一醒起来了规区田拢用报好这方便毋过伊较调直啦你若是有人甲你咧比如隔壁看你敢插一丛伫遐就讲这是创啥条工来变过来倒头栽过一工了你看规区田全部拢倒头栽
好混你啊我伊就较调定袂去甲你混这啦，伊无讲一定爱什么款，你甲讲安那伊就安那做安尼。所以讲即个开发还佫无遐好诶 AI 啦。AI 那是，毋过这奖品就无共款啦，奖品就是活人诶提供方法。咱拄仔讲夫人讲，我一年互你一个活人通食嘛，就去拐一寡人来。活人诶提供方法咧，嘛有一寡变化，伊会使用消磨灵魂诶方式。什么意思咧？厝内若拜金币诶人，冰箱是嘛菜一寡，放一寡即个糖仔饼，像咱厝内若即个红粿岛嘛，放一寡糖仔饼对无？伫咧伊诶牌位头前，即个物件咧，就会擘着金币诶喙簻。我嘛毋知即个是安尼有喙簻，就像咱拜神明，咱嘛袂想讲即个物件神明有喙簻。毋过咱若拜好兄弟，若讲即个物件好兄弟食过会较紧嗨，即款诶讲法，当然即个天气较有关系啦。反正甲即个概念差不多啊，就讲即个物件擘着金币诶喙簻。你若甲即个糖仔饼连同底糖仔饼诶即个碟仔。咱讲细碗细盘都碟仔，摕互人啦，讲这互你食啦，即糖仔饼。对方若是食落，经过10天了后，伊开始就会面仔变甲青顺顺，愈来愈产肌落叶，产心落肉，产肌落叶，消散落去，就安尼来死去。这嘛是限制活人的方式，也就是讲，伊为你的三魂七魄来吸收你的灵魂，甲活人规个人一暝都无去，佫无共款的方式安尼。你若是去惊讲你毋知去甲人斗无，你惊讲去食着迄有金币的喙簻，对无？你毋知人摕互你的物件会食你无？免哪创咧？你若去甲人斗，去无共款的人家怀疑讲，即口罩可能有伫拜金币哦，厝内清气干呢，对无？你著趁迄主人无注意诶时阵，无看到，你为涂骹配一喙喙簻，咱拄讲金币较清气性诶清气性，伊袂堪你涂骹有即款物件，你一款水水都无去。真好用。嘿，你著涂骹配一个簻，配痰配簻了，香讲水水无去，你面头前水无去。即是讲一步克一步的。你著知讲即间无对当，这可能有伫拜金币，无一般涂骹你配一个喙簻去，你无讲随随带啦。当然咯。或者是讲迄口罩，明明你都毋捌看因伫偌认真摒扫，毋过厝内煞清气甲一只蜘蛛一撮蜘蛛丝，你都无看到。一支头毛都无。一般咱讲厝内搁较厚摒摒角啦啥，又搁悬，冰箱时你摒无啥会着。真少讲完全连蜘蛛丝都一撮拢无啦。尤其虫啦、一撮狗仔啦啥，迄个完全无诶。伊若完全拢无看到，安尼因嘛真有可能有拜金币。你都爱细字。这大概就是金币的故事啦，台湾的妖怪。咱来讲一寡故事之外的代志，但是嘛甲金币有关系。这篇文章其实这个故事是来自宫山弟彦米亚亚马桑。伊所写的这个讲这个人米亚亚马七不七，这个宫山弟彦这个人米亚亚马桑，伫咧民俗台湾投稿的，迄个时阵是1942年昭和17年。伊是来自台湾吗？什么意思？伊伫台湾写，对，迄选店伫台湾，伫台湾生活，所以伊迄就是咱都讲1941年是这个刊物民俗台湾开始出刊，民国30年。迄时是昭和，迄时昭和16年，那过一年也就是1942年是昭和17年的2月号出刊呢，有写着这篇迄时文章的标题毋是写作金币哦，伊写作金彩，这个彩字咱毋管是台语汉字或者是华语汉字，拢无伫用，无即个字安尼，目前是无即个字的。那这字边写咧，其实就是咱当有讲即个金币的币是一个倒手边一个鬼，正手边一个未来的未，对无？若金彩的彩咧是伊甲即个金币的币共款，倒手边一个鬼字，正手边咧改成一个即个色彩的彩，伊迄个正手边摕掉，迄三撇摕掉，剩倒手边放伫遐，也就是风彩的彩。布袋戏，迄个布袋戏有一个人物叫做风彩玲，迄个彩，咱毋知影就是风彩的彩啦。一个鬼，佮一个彩。目前认为对金彩改做金币，真有可能是因为后来定出即个华文版的时阵。有因为无即字嘛，咱讲华文内底无即字，所以甲改成共款有几字边的字，或者金币。咱打讲句就变成讲金币，大家较知影，因为你著顺便用写，你写袂出金彩即个字。
就因为你拍字拍不出金菜这个字，改编变成金味了，大概嘛惯势啊，就用金味来讲这个名。这篇名叫做金菜的文章吼，开头有讲起这个传说是伊细汉就捌听过，表示讲伊细汉就伫台湾生活。像咱当讲有一寡这个虽然讲是日本人，像咱讲这个伊克大桑吼，就是主编，伊嘛是自细汉伊是台湾出世的日本人，吼来去去两头来去安尼，吼共款。我伫有因为这个中山地的资料较无遐济，名马上的资料较无遐济，但是看起来有可能伊细汉时嘛踮过台湾，所以听过这个故事，讲伊细汉就捌听过，不过根据这个所在无共，包含安那有人甲开始甲服侍啦，这个神之牌吼，安那食人啦，讲法嘛拢会小可无共。因为传说就是安尼嘛，版本迄个做传说，版本加减拢会无共，甚至讲台北无共所在连名的叫法嘛无共款，伊讲嘛有人叫金情，情伊是伊迄个时阵用的汉字是即个感情的情吼，嘛说金钱吼，这种有无共款的讲法安尼。那毋过咧，伊会写即篇文章是因为有朋友有一工甲讲起，讲伫咧听着就讲即个。大溪郡，大溪毋是宜兰通啊买海产迄个大溪，是桃园迄个大溪。毋过迄个大溪郡的范围较大啦，像较早咱讲宜兰郡是足大的范围，是敢若当宜兰市共款吼。大溪郡差不多是打桃园的即个龙潭啦、大溪啦、福兴迄边咧，迄骹搭吼，迄边咧有一位阿伯对伊的朋友讲起着即款故事。毋过因是叫做金庆，吼，就是讲即个发音足侪款啦，吼，叫做金庆。伊就一比较朋友甲讲诶，伊听到一个阿伯讲诶，即个故事，甲伊家己细汉听过，讲有一寡所在小可无共款，颠倒互伊去回想起伊过去细汉捌听过，所以就甲伊伫咧台北听诶版本，吼，迄阵是咧文山郡，吼，就是当较挖即个当文山区迄骹搭吼，伊过去听到诶即个故事甲写落来，伊甲伊综合起来安尼，小可调整一下甲写落来，吼，较趣味一下。伊拄开头就讲金菜即个名吼，当爱60岁以上诶阿公阿嬷才会较知影，所以表示讲，这都毋是日本时代的故事啊。日本时代就已经爱60岁以上个听有啊，表示讲这已经足古早。第二是讲这个传说吼，可能较无受到遐注重啊啦，因为已经真侪人毋知影嘛，迄当时60岁以上，迄当时都已经60岁以上，所以后来一定佫较无人知影。即摆已经无啊。毋过你若看这几档吼，伊即个金币即个名出现的几率就变悬啊，变悬真侪，尤其是若讲到台湾的妖怪。传说金味当就较有机会通出场，吼，真侪是真久以来拢无受到大家注重，当开始有伫出场啊，即摆开始出名咯。你看像咱嘛来讲即个故事安尼，是啦，其实这甲一个生产各种内容的单位有关系啦，吼，做台北地方译文工作室、台北地方译文工作室，即个单位译文啊。译文是即个怪异的传说、怪异的传闻或者译文，怪异的译啊。台北地方译文就是讲足怪异的传闻啦，怪异的啦，不是说那个艺术的艺，不是艺术的个，无讲啦哈，不是个吼，就是即个奇怪。其实我较早拢读医，我真少读医，但是我当查，敢若我印象中是当时读医，毋管啦吼，就是译文的即个工作是伊专门都研究遮妖怪啦，啥妖怪伊会出册啦，伊会做无共款的物件吼，因就会甲即个故事吼提出来，一直留写文章介绍啦，佮改编做即个实景改编，咱即嘛做个实景改编故事吼，则互伊个豆啊，互伊的即个知名度个有关啦，吼，金味的知名度。毋过咧，我头一遍看到是即个金味即个名吼，毋是伫遮来的，是伫一个叫做即个 Webtoon，一个网络红仔册台湾作品，叫做。嘿，咩甲我之前跟他捌推荐过，好嘛？佮只甲大家推荐叫做引路人，或者引路人、引路人，吼，伫讲即个七夜八夜的土地故事，吼，真趣味。大家有机会使去看内底介绍即个台湾的新名啦、台湾的妖怪啦啥，我甲即个名甲记落来，吼，想讲日后有机会使来研究一下，当作摕来使用安尼。台北地方译文工作室咧有讲起另外一个物件，叫做金潭，就是金蝉。蚕宝宝的蚕，金潭，潭其实就是牛啊，对，
吼，咱讲牛仔，蚕宝宝咱讲牛仔。嘿嘿嘿，咱遮讲牛仔啦，台南迄边讲潭。咱之前嘛捌拄过有台南人讲，因讲讲潭，潭啊，吼就潭。吼，拄开始我讲，遮奇怪，哪有人安尼讲啦？我讲牛仔。后来调查，少数地区大部分台湾大部分所在讲牛仔，所以桑叶或者牛仔树叶，吼，蚕宝宝或者牛仔，但是有少部分像台南啊，其他所在我无确定吼，但上主要知影是台南。我知。有个人会讲潭啊。对对，台南嘿，阮一个之前有去转来宜兰啊，我有甲问讲，我因为伊去遐互通话啦，咱宜兰人吼，就去遐讲潭啊，所以伊知影叫做潭啊，伊讲潭啊，我讲你啊讲啥？潭啊，你无问讲，你知影牛仔是啥无？我袂记吼，连讲我来甲问看嘿，我就潭啊。因为伊少岁嫁过去了，就已经拢伫遐惯习着嘿，袂记你故乡诶什物话啦。伊先来讲到金潭即个物件吼，就是讲金潭其实是一款孤独。蛊毒，较早讲什么牙缸啦，什么乌蛆啦、毒蛇啦，总拢放入去一个甕仔底，互互相沾杀。最后活落来，迄就变成一款毒物安尼吼，毋是动物咯，毒物毒物吼，毒。你会使甲车架，叫伊去害别人啦，是会使帮助你安那吼。即款物件就是孤独啦吼。毋过咧，伊会甲别人当做即个，是讲即款孤独吼，甲伊共款有甲别人当做奖品，活人当奖品，即个代志甲金利小可成嘛，那个嘛爱互伊活人通食嘛。所以即个工作室是判断讲，有人讲即两个是毋是共款物件？那伊认为讲，即个工作室是认为讲，因毋是共款物件，会互囥做伙可能是你讲，因为华语讲精彩，吼，跟讲金彩嘛，吼，精彩甲精残发音相活，吼，这两项。老实讲啦，有关系无我无确定啦，吼，伊认为讲，虽然讲有人捌提起讲这两个物件，可能是就故事来讲，怀疑讲这两个是共款的物件啦，讲艺术讲的啦。嘿，但是我是无确定啦，吼，毋过发音即个部分，我感觉咱会使来补充一下吼。我是感觉讲用华语来讲，因的发音相活吼，是小可奇怪的代志。你要想讲，咱大知影讲。金蚕，华语讲金蚕，迄个蚕宝宝的蚕，台语叫做潭，咱有讲着。嘛看所在讲的哦。潭嘛，潭，咱讲读迄字啦，咱莫讲即个动物读迄字叫做潭。毋过除了潭以外吼，无共腔口，佫无共款的讲法。比如讲有讲蚕，嘛有讲蚕，都无合喙吼，有诶合喙，有诶无合喙。佫有讲情。情啊，迄个情共音尔，我毋是讲共字哦，共音。甚至有讲财，台北嘛讲财，即款讲法，拢是讲蚕宝宝的蚕的台语发音，即个无共款腔口。有几落会发音呐？是腔口嘛有差别吼。咱头前有个甲讲到即个名亚马桑，就是作者有讲起，伊讲伊捌听过讲金情甲金钱即两个讲法，是毋就甲咱讲蚕宝宝的蚕。有一寡发音嘛做情或者残就成的对无？所以就是讲无的确这是有关系嘛，无一定。就是讲你要用，只是讲伊的音小啊，造成大家对这两项物件误解，我会使理解。但是我讲这个基证，这个证据小可不足，因为你照你讲。当初是日本时代进前，甚至是日本时代，你的讨论的音应该用的是台语的讨论，你是真是无华语这个物件。但是台语的讨论，佫有腔口的差别啦。对，所以你爱做的功课是台语内底无共款的腔口，甲即个词，甲比如讲你讲金潭，即潭甲即个金彩两个名到底有牵连无？这其实要用台语去讨论，毋是用华语的音。伊两个音小话是无小话是。无关系，过来就是讲，你平是台语共款，因为腔无共款，北部、南部、中部就佫无共咯。我佫举一个例啦，是讲，比如讲即个，咱拄讲，迄个金彩的彩，吼，你若是讲加即个，台北腔口讲的即个蚕宝宝的蚕字，念做财，是毋是嘛较活？你若讲金蚕甲金彩，听起来就活，讲实在我讲。
无成，但是但是若讲金菜甲金菜较哇，就真实。但是无法度体会咧，因为你讲出来声无共啊。但是会较哇，我意思是讲，是啦，即个研究就是后来大家伫研究，当讲即个工作室因做足侪研究，讲足趣味诶吼。毋过即个物件我讲是爱注意，就是你用华语诶发音来讲，有小哇是有问题。即个物件是过去台湾累积落来，甚至你看时代可能比日本时代佫较早，迄个时阵无华语即件代志，吼你用诶其实应该是台语来发音，所以你毋才有法度去比对。你若要比对因诶发音有哇无，你应该用台语比对，毋是用华语比对。但是即摆有一个问题啊，你台语比对来讲，中南部来讲，伊口音无共啊。你会甲无共款诶腔口收集起来，所以腔口诶重要性就伫遮。啥人腔口诶保留是这甲伊诶发展有关系，咱必须保留即个，这对文化有真重要影响。了解啊，较重要。即个你知影就会使，你使去调查，使去问嘛。对，你爱会晓知影讲，伊讲的即个腔，个伊的三种四种，但是你拢会当了解讲，伊就是讲即个物件。对哦，这较重要。所以总讲一句吼，金美是毋是金潭，我是毋知，咱无定论。毋过我是认为讲，你若要研究台湾的民俗啦、历史啦、在地文化的人，你就袂使无本土语言即个基石。当然啦，无你永远过一层。你一定差一个，一定会失一开，无法度体会。我讲这是要提醒大家讲，毋管是听咱的故事，或者是其他网络顶端像你若要查即个金美即个故事，你会看到即个大家介绍。那讲到声音即个物件，我认为讲你一定爱有台语或者其他本土语言的基础，去熟悉即个物件，去研究台湾的民俗、台湾的故事，毋管是客语，毋管是台语，看你是主要是用啥。我感觉这是正讲有法度。大话会使甲即个文化或者甲即个历史真正有到达，有法度接近即个物件的方式。然后你即个基石袂使无，我希望讲所有恁真正伫研究即个物件人，请你甲台语好好啊学起来，绝对对你这研究有帮助。因为各种的语言，其实总共就是讲迄个物件。你若听无，你若无用台语去比对，真侪物件像你看地号名就是安尼，真侪地号名翻成华语了，硬甲你号一个名，你根本毋知这地号名什么意思。有诶是各路的所在地号名根本共款，但是翻出来拢无共款。你必须要知影伊诶台语或者是原本的发音的名是倒遐来诶。好。那毋知大家对这集的内容有什么款的想法呢？这一集听了你若是有介意或者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留言互我。但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 啦、Mixbox 嘛，希望你使留下5.5分数，互阮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找亚特聊聊天，你嘛使看到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若是朋友伊咧愿意一杯咖啡、一包拿熬糖的钱来鼓励阮做较侪创作，嘛会使点下 Show Note， 也就是即个碎片区的赞助连结网链啊。寄付是随喜生意食水甜，蓝山表示味大，别的我嘛介意。毋管这也少，感谢你的支持。那安尼咱今日就故事要来结束咯。亲爱的朋友。说龙收恁咯，感谢恁的收听，拜拜，拜拜。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寄付甜苗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敏凤、瑞琪、恰拉黑恰拉、阿贤，也佮有所有赞助支持这个频道的听友，有恁实际支持，是阮佮较有信心行落去的动力。阮社区中秋暗会嘛，中秋过无偌久嘛，你就知影说人有介意唱歌啦就去甲伊唱者。结果呢，事后竟然有人甲我讲，你到底是唱什么歌啊？佫有一个佫较趣味讲，你哪会唱客语？我就是甲阿德请教，因为人拢讲阿德的台语足老诶，我来唱一个片芳，看你听有听无？如果你若佫听无，安尼我真是即条歌我就爱甲放弃咯。唱人听无就袂使。好来。
两人耕苦一人穷，规伊头物件拢总有，带阮来做新妇这时阮爸两人看介意要带阮去做妻儿。好好相思说相苦，相思相苦思相留车有留讲，你讲车相车有留车思思相车讲，讲你车讲相相讲车意思好，就是安尼。伊应该是听无后壁迄啦。咧上公车迄是北管的，北管南管拢有用着啦。公车铺的迄个字啦，公车铺人爱若听，若是听后壁迄段，可能大家若无即个知识，无即个概念是较是毋知影。但是你头前听无嘛？知影伊要娶某要结婚娶某要嫁娶的过程啊。就是讲两人，迄就是以早的人要娶妻子啊，我知影两人更嘛。这首歌吼。我所有到目前为止，我唱歌已经历史悠久啊，甲你唱啦，伫厝诶唱安尼吼。到目前出外来讲，毋捌听过有人唱。敢甲我讲，我想你是要讲，敢甲我讲听无我唱啥？是啦，嘛真是了咩？但是你若看字幕来讲，就知影啦。但是安尼听，安尼表示讲，因诶台语无讲解。伊讲两人耕苦一人穷。你想看觅，就是光桥嘛，光桥一定爱两个人嘛，顶悬迄个新娘伫顶悬互欢喜哈啦。大家坐轿嘛无轻松啦，但是人要结婚啊，照你讲是爱欢喜啦，以早就是会摇嘛，为什么会听无？我感觉是遮尔。或者可是伊的台语无够好啊。所以我讲问迄个听友若知影即条歌做啥物名，你会使留下来甲咱讲。咱就莫讲歌名吼，大家去用安尼。即首歌确实讲，目前啦伫外口我去，莫讲表演啦，我若有去唱来讲，看所在。莫甲人相帮过。绝对无人甲我唱。就互咱家己听友家己去找看觅啦。好，咱就先安尼。